镜头所登的台湾来看28位平均年龄72岁老长辈，早起为台中市骑机车一路往南，要用10天的时间来完成到1180公里的环岛旅程，而且为独居弱势老大人募款送爱心。这个艺人卢广仲嘛以公益大使的身份做伙来策划。 环岛机车队伍开始出发，28岁大人要用10天的时间完成1180公里的路。今年卢广仲嘛用公益大使身份陪同齐出发。我觉得跟长辈一起，然后去完成他们的梦想，我觉得这是我的荣幸。然后可能在途中也说不定会有一些创作的灵感。这名骑机车的人平均岁数72岁，年纪上大的蔡英坤虽然已经88岁，不过做运动未输少年人，而且是第3摆参加活动。我每天都是脚踏车25公里，所以这个对你来说不算什么。我脚踏车有环岛啊。 阿公阿妈唔若要环岛，因都可以听伫老人之家送爱心，替弱势的人募款，招愈侪社会大众斗相共。我真感谢我的女儿。所以你是第一次参加？第一次参加。你会不会想跟着爸爸一路？我是很想啦，不过就是时间限制。对。车队唔爱挑战南回公路、苏花公路，该头一摆挑战苗栗爱心公路，应用实际行动鼓励厝内士大人爱勇敢追求家己的梦想。